第一次參加呢一類型嘅多小朋友一齊嘅活動，想去開心下，教小朋友嘅嘢係好正能量、正向嘅，令到佢哋知道自己唔孤單，身邊有愛、有陪伴佢哋嘅朋友。因為外面可能都參與過好多唔同活動，但係就好少我會特登係為咗小朋友去又設計有唔同嘅餐單啊、嘢食啊，即係同講解唔同嘅營養啊，對佢哋嘅需要啊。咁呢個係比較真係少有嘅。最開心見到佢真係好主動去分享，因為嗰個主動性真係好少可咁強烈。細個開始學呢個健康飲食同埋營養知識，越早咧開始接觸呢個健康飲食，小朋友長大之後咧，肥胖啊、心血管疾病啊同埋糖尿病嘅風險咧都可以有所降低嘅喎。我最中意咪咪主題。我中意玩遊戲，因為我哋可以合作一齊玩遊戲。我覺得呢個活動好開心，因為我識到好多哥哥姐姐。對住佢哋就可能可以鍛一下我自己嘅耐性，對於細路仔方面嘅耐性咯。學到就係點樣同我啲同齡人啦，又或者甚至比你年齡仲少嘅人有效咁溝通，同埋點樣正確咁指示佢哋要做啲乜嘢。我哋呢個畢業禮呢，我哋唔單單希望小朋友啦有得着啊，我哋都希望家長都能夠有得着可以攞到啲嘢嘅。咁所以我哋特別亦都邀請駐校社工啦，去同大家去分享。同小朋友相處嘅過程當中其實家長都需要有好多嘅技巧喎。我哋有啲技巧同佢相處嘅時候我哋就能夠同小朋友建立一個更加好嘅關係。咁而家庭我相信係一個講愛嘅地方，愛嘅力量係最大啦，同埋就係要同小朋友有嗰個關係我哋先至可以有一個理想嘅溝通啦。